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巍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吧。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不晓得要经过多少大大小小的考试哦。尤其以往每年的7月呢，就是联考，全部抓起来一起给他考，一起来拍。客家话的去烤啊，烤肉的烤就是拍的意思。可是今年我们是所有的学生一起在那里背来拍，好可怜哦。可能是很多人的噩梦。什么是噩？就是很饿的意思。哎呀，真是一个噩梦，就是一个噩梦的意思。那么考试怎么说呢？叫做考试。考这个字就念考试。目前高中入学改考2次基本学历测验，大学呢则采多元入学方案哦，有推荐甄试啦、申请入学、考试入学啦、考学科能力测验。哇哦，那升学还真的得考呢。好了，那考试期间呢，不一定是在很热的7月啦，有时候想到毕业了，摆脱了，我真是脱离苦海了，很抱歉，你还是要考什么呢？公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考试咯，比方说高考叫做什么考呢？叫做国考，很简单。那么普考呢？普考，反正就是考。国考、普考，还有特考呢？体考，记得啦。好啦，不过一想到考试，好可怕哦。客家话说好可怕哦，就叫做等人强哦，懂等人强哦，等人强。再来一次。等人强，去懂等人强哦，它很吓人的呢。不过说到考试是人生的一个历练过程咯，记得咯，1分的努力有1分的努力，1分的努力1分的努力，就有1分的书生，1分的书生，1分努力就有1分书生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当然，学生总是不喜欢考试。想起我自己，哇，不晓得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考试，大大小小的考试了呢。记得1分的努力就有1分的书生，就会有1分的收成了。我是徐薇，下回再聊了，暗自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